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，英超的冠軍，聯賽終於都踢完啦。英超冠軍就係咁諗 firm，原來捧起英超獎杯嗰係咁諗爽㗎，唔捧又自可，一捧哭諗咗，真係好滾動啊！馬料都逼咗幾滴出嚟。6年半前我重返阿仙奴，成績唔好，日日俾人恥笑，俾廠迷叫達狗，俾暴龍哥日屌日屌。到之後連續3年亞軍，又俾人笑亞軍路 Netflix FC，有時我真係會懷疑人生，心諗唔諗係真事啊嘛？唔通我打 Sir 真係易禮命，冠軍冇我份，要由其他人去行埋最尾嗰步，我唔甘心，我忍辱負重咗咁諗多季，建立咗咁多嘢，我射落海都唔益人啊屌！好彩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我哋等咗呢日真係等咗好諗出來，22年啦。等到希哥都變埋大叔，終於俾我哋等到啦。本身我有諗過喺酋長球場捧杯嘅，點知郭師傅自己收油，咁我梗係唔客氣啦。而家佢光榮畢業，下季冇得同佢追跑，我突然間覺得好空虛啊！嗱，不聽達瑞言，吃虧在眼前。由季中開始叫大家加住我闖，勇奪英超冠軍，講到我口都臭埋，水位高嗰陣又唔加，低又唔加，眼白白睇住人哋發達。執豆咁執都唔識執，咁幫你唔到個師兄，唔緊要啦。新球季話咁快又開始，到時又係另一波發達嘅機會啦。各位廠迷，等我哋贏埋歐聯決賽之後，一齊巴士巡遊，瘋狂慶祝，將成個倫敦染成紅色。布達佩斯見 In that sir, we trust.